先来关心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昨伫行政院会报告进口两个检讨作为，伊讲到现有的库存未阁上市，会调去做加工品。另外，日后若要阁进口鸡卵，会直接为国外进口规压的，袂伫国内生产。进口鸡卵低温运送保存，到国内生产场处理了后，常温上架。这个大农卵品公司，甲期限漂了唔调起，引起风波。加上外界质疑进口卵冷链断链，影响保存的期限。早起农业部伫行政院会提出精进作为，未来若是阁有欠待壳的卵，就袂阁透过国内生产，是直接为外国进口原种规压的卵，专停冷链。那如果说直接从国外到进来，这样的话可能先暂时能够消弭我们的社会大众的一些疑虑，但是相对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它的价格的成本会变高。农业部表示，卵的数量欠5%的时阵，会先启动调度，甲国内加工用的卵调予消费者使用。若到10%，就会启动进口。目前库存进口待壳的卵未阁上市，会以调度予加工为主。也若争议较大液体卵，伫台中有业者因为听特产会指示，甲进口卵过制作，制作冷冻杀菌的液体卵，说是标示国产的，互移送检调侦办。针对这点，农业部甲特产会是拢出来回释的。造成社会疑虑，中央学者会对此呢向社会大众致歉。这次督导不周，造成社会上有些疑虑，我们深感不安，也觉得很抱歉。这批标示唔对的液体卵，特产会强调讲，拢伫有效期限内，并无流入市面。不过，云林县卫生局要是伫物流公司发现相关的制品。驿站的部分质疑很大，那我们也有查到2个地方就是储藏驿站的部分头一届大量专案进口鸡卵，农业部认为政策有效益，不过这片的层面有疏忽，需要改进。就算几啊届出来背回讲，无过期的进口卵并无是安的问题，不过民众的疑虑甲惊吓，要是互进口卵负面的形象，一时之间真好改变。记者综合报道。